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13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林全院长视察永康区水资源回收中心，该中心也是全台湾6大再生水厂示范计划当中第一个提供新产用水予高科技园区的再生水厂。行政院长林全伫咧会中表示，这项计划是结合了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的成果甲典范。漳市永康区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全国6大再生水厂示范计划案当中第一个提供予高科技园区的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有计将伫109年提供0.8万吨的再生水，民国113年至少会当提供1.55万吨再生水，予南科以及树港园区使用，予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迈向另一个阶段。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台湾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水库，那么水库要能够维持既有的蓄水量，本身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包含我刚才去我们的正文水库，主要是要看它的那个清淤隧道能不能把未来的这个淤积的问题能够改善。但是呢，最稳定的水的来源我们还是需要有，而污水处理厂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水的来源，而且又是水的再利用。所以呢，它对我们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诚如刚才市长所提到的，要把污水处理厂做好，变成再水省再加以利用，这个本身呢，在我们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非常算是比较前进的想法、前卫的想法。所以，一般社会大众总是难免会有一些疑虑。因此，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得最好，让我们的人民对政府有信心。那么以后的工程才能做得更多更好。赖市长伫致辞当中也表示，再生水厂示范计划上要感谢的就是中央的支持，这当予计划案这么顺利进行。感谢我们叶部长跟今天没有来的李世光李部长因为这个先驱计划是在台北由这个叶部长带领，还有李世光李部长，还有我本人3个人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所以呢，我们才有办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那叶部长出了不少钱另外今天李署长来，署长也出了不少钱感谢啦感谢再感谢啦未来伫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园区内底，不但有二级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佫会规划生态景观池、湿地水质观察区，提供予民众伫休闲观赏的时阵，也当兼有教育意义，实现永续台南这个愿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副议长郭信良、议员陈怡珍共同捐赠700本的乡土教材《故乡树仔卡》一本台语念歌本，将要提供予全台南的学校以及图书馆，予小朋友会当学习台语，同时熟悉在地文化。这本故乡树子卡的内容来自7个树林社区，除了生动的画风以外，册内面也充满在地黑皮学员长者的插画。这本册完全由台语所创作。立法委员陈廷辉以及副议长郭信良、议员陈怡珍共同捐赠700本。予全台南的学校也有图书馆，希望鼓励学生阅读的同时，也认识在地文化以及落实母语教育。伫咱的树林里，咱里长将伊的过程来写做一本册来流传落来，这是非常好，伫对一个社区的发展真好、真有意义的工作。然后今仔做这了后，较来将这个册分发5科。就所有的，包括国中、国小，所有的学校，每个学校都有，以外每个图书馆里面都有，希望给当来，将这个呢，乡亲的
故乡的这个意义呢传承下去。讲真诶，这就是爱有足侪对着即个乡土有感情、有愿望的人，开咱做伙创作着一本遮尔好的咱的即个念歌本啦吼。这也有念歌，也有故事，尤其伊内面有甲咱一寡像半岛内面的文化，甲写伫内面，将咱树林即个咱的树仔骹咱的社区的一寡故事、沙白鱼、喜会等等，甲融入伫咱一本的画册、甲念歌本内面，互咱的囡仔看到啥物是沙白鱼，沙白鱼是啥物。我相信这也是咱真正爱推广的所在吼。这届除了近700本册以外，也有善心人士提供厝内藏书，将关予台南市图书馆，希望予更加侪市民会当享受阅读的趣味。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最近因为赖市长亲中爱台的言论，社会上出现了侪讨论。议员李文正伫13号上午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尊重赖市长的政治选择。但是针对内容一中的教科书，议会伫3月31号就决议要禁止开用，要求市府赶紧执行。日前市长亲中爱台言论，互社会上出现真侪讨论。议员李文正也针对这个议题表示，尊重市长的政治选择，但是议会伫3月31号就决议禁止雇用一中内容的教科书，希望市府会当配合。即马的教科书，伊就是写讲台湾归向中国，经济开罗宣言。中国伊嘛讲经济开罗宣言，台湾归向中国，所以台湾是属中国的主权。所以咱的教科书无要改，教育部无要改，然后咱即马伫遮咧讲台湾的主权的问题，不管你爱台湾，还是讲不管你要和中国和好，咱犹原是伫即个中华民国。即款的一个下面啊，咱无法度得到真正台湾的一个主权的一个解决啦，所以今仔日阮伫即个所在开即个记者会，最主要就是要搁再一届来呼吁咱爱甲即个事实，咱爱甲即个真相，咱爱讲互清楚。教育局也回应，因为教科书的核定权伫教育部，选用权伫各个学校，市府无法度直接管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纺织集团的董事长侯伯明，因为知影长期服务绿色的美善基金会原本用来接送青年做工课的车辆，已经使用了20吨，零件甲配备拢相当的老旧，也时常会有过路的问题。因此，伊捐赠了一台全新的9人座箱仔车，要来帮助因解决交通上的问题。美善基金会受帮助的身心障碍者用心打扮，也开了侪时间练习，就是希望将拐杖舞呈现给台下的观众看。因希望要借此来表达满满的感谢，尤其是对大方要捐赠这台新车的台南纺织侯伯明董事长。伊用好用都慈善基金会名义，要将这台车捐予美善基金会，希望会当帮助因节省手作好以及运送制作好的手作物品等等，让美善基金会唔免烦恼交通的问题。入境的上课的交通车也是需要有一部交通车，但是可能9人座的，那我一口就答应。经过这半年的筹备。今天非常高兴，有一部新的交通车9人座的，可以载一些学生上下学，这个是实际上的需要了。这社会上这实际上的需要我们义不容辞提供一部车，也是行上不落人后争取到的。非常感谢我们林主教能够提携后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服务社会。觉得非常的高兴，又有一次机会。当然，我们这是第15部车，将来我们还是一一会继续来提供，来回馈给社会需要的人，尤其对这些比较有中智障、重智障这方面，我们更要有爱心来帮忙他们。3、2、1。
这台全新的9人座箱仔车将会当为美善基金会带来真大的帮助，提供身心障碍朋友一个舒适又个安全的服务。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最近烧热的天气，互人分段出门，只想要屈伫咧厝内面用电脑看电视。因此，即马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特别推出网络费加10块。地当全部变做 VOD 看片的费用。为着要互较侪人知影即个资讯，该公司佮特别伫咧脸书粉丝专页顶面推出分享抽奖活动，时间只到6月18号为止，民众就爱把握机会。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最近又佮推出新的促销方案，为着互佮较侪民众知影这项资讯。现在该公司特别伫脸书粉丝页顶面推出通关密语留言，加上公开分享的抽奖活动，首奖将会当得到量贩店的800块礼券。活动时间只到6月18号为止，民众都爱把握机会。双子星跟三冠王有线电视在6月份我们的脸书专页上面有推出一个分享的活动，那只要你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留言，那标注您的好友分享我们的广告的话呢，那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大润发800块钱的礼券，那另外还有5个名额是可以获得我们的频道商的独家好礼。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伫6月份推出的电视曾经促销方案，这就是上网费用每个月再加10块，这个金额可以当全部摕来看片，而且佮送13个 HD 高画质，加上2个潘多拉，佮30个音乐频道，以及包括影片、电影、动漫、成人3项选1项30天免费，而且200枚以上佮送500块购物金。这好康的优惠活动，等待民众来体验。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民主国创立伫咧甲午战争以后，虽然只有短短150天，但也发行了台湾民主国家己的邮票，也因为已经绝版，价值无法度估算。即马由市府文化局甲邮局共同主办，台湾民主国邮票甲文物展，6月16号将要伫咧台南文创 Plus 开展，将这批珍贵的邮票文物呈现伫咧大家面头前。台湾民主国邮票甲文物展览由邮局甲市府文化局共同主办，并且向黄敏正、何惠庆2位收藏家借来真济台湾民主国伫1895年所发行的独户级邮票甲相关文物。这批文物将伫孔庙附近的文创中心来布展，让大家看见这段珍贵的台湾历史。台湾民主国是在满清末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在马关条约之后，将台湾割据给日本的时候，当时的士绅呢，因为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割据行为呢，割据了这一个把台湾呢割据出去呢，当时呢就推巡抚呢唐景崧作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那后来呢辗转呢，在台南由刘永福呢这个黑旗军呢，在这边呢在跟日本抵抗。那因为要筹措粮饷啊，跟这个邮商的需要呢，跟内地领导的需要呢，他发行了这个台湾民主国的独虎邮票，所以说呢，这个是122年前的这些
这个邮票呢，目前呢留存在这个集邮家手上呢，或者在市场呢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呢。那这次呢，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呢，就把这些相关这一个珍贵的这邮票呢展出。台湾民主国邮票文物展览对16号开展，连续5天的展期，主办单位拢会准备无同的临时邮戳，免费予介意邮票的人士收集，嘛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观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成立50档的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除了历史悠久，更是合唱历史上2摆得到欧洲 EGP 合唱比赛总冠军的队伍。今年6月14号，因将要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机会相当难得。透过记者会，咱先来听看卖啊因优美的歌声。合唱团历史上2摆拿下欧洲 EGP 合唱比赛总冠军的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将来到台湾巡回演出。而这嘛是距离12档以后，因再次踏上台湾的舞台表演。想为因来到台南文化中心宣传，会让看出该团上大的特色，就是指挥甲团员拢是微型半圆形坐，演唱无伴奏歌曲，使人赞叹。这样子的发声，其实可以让声音更和谐、更凝聚，然后再加上透过这样子的声音的呈现方式，他们其实可以呈现出那种所谓的零距离。我刚刚提到说零距离的那个声响，让声音能够更融合，让声音更融合，尤其在所有的发声方式当中，当然他们有特别的一个训练，所以他们的训练当中更强调住你要用耳朵去听每一个你旁边的声音，而不是只有说我个人唱个人的。那么他们因为坐着，所以你距离是更近，不像说我今天站着，我很可能身体随着韵律，那样子的话会造成说声音会有分散。他们坐着就完全让声音是平衡，而且是凝聚的。今年50档除了2届总冠军的天团称呼，所以团员的竞选拢有严格条件，有针对25岁到35岁拢有，而且更是职业的，受比赛时才密集来练习，相当难能可贵。根据了解，因多年来也积极以艺术大赛身份，成为世界和平艺术家。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传统的点心结合时尚，即马产生出美丽、新旧融合的画面。伫咧知名百货公司，即马当展出一系列怀旧时尚风格的相片，要带予顾客无同款的视觉体验。毋好，点名团队伫咧制台南传统点心制作的场所，亲就是旧来发，亲就是中仑街仔等等的所在，翕了一系列美丽作品。希望将时尚甲台湾传统的文化融合做伙，产生特殊的美感。制作团队来表示，希望将台湾传统的点心用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画面去呈现，向更侪人，甚至是向国外来宣传台湾传统点心的水。创作的发想是最初是因为我本人是台南人，然后我从小就很喜欢跟妈妈一起享用这些传统的糕饼点心。那后来长大了，就是到国外念书，然后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就发现特别怀念家乡味的这些传统糕饼点心。那就决定想说，因为自己是念跟戏剧时尚相关的，那就想说不然来做一套作品，是把自己跟这些觉得很美的这些又好吃的这些糕饼点心呢，一起去做一个碰撞跟对话。那所以就开始了这一次的系列。那我就开始去下来台南，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去跟
找寻这些老饼家，然后去跟他们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这些东西的发想。那也很荣幸，就是所有的饼家都非常的支持我，然后让我去每一间店，总共是6间店，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拍摄。而且每一个作品拢真用心去设计，来呈现出上界好的一面。制作团队也希望借由相片，让大家来感受传统、坚持手工的认真生活态度。每一间店，包括我奶奶自己的菜包也好，就是其实大家都是用手工，然后花时间、花心血，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完成，就是为了要秉持这个点心糕饼的原汁原味。所以其实他们不管是时代走得再快，他们一直以来，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步调在制作他们的饼，然后也不多卖也不少卖，但是就是用心去制作，每一天都是有定量的这样子的献出这样子。目前这款作品拢伫咧知名百货公司展出，希望带予来踅街消费的顾客用时尚的角度来食晒传统的点心。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固定夹辅助式鼻肠管放置术由2位医师共同研究发明的。因为这几年来，该项技术定起来无副作用，成功的比率也达到100%，所以伫咧去年编入肠肝肠胃科的国际专业教科书当中，会当讲是台湾之光。要如何帮助因为外伤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胃瘫痪、胃无要做工课患者呢？因为安尼患者面对上界严重的问题，就是肠仔无法度吸收到营养。因此，要如何将营养提供给患者，就变得相当的重要。由台湾2位医师共同研究发明固定叶仔辅助式的鼻肠管放置术，多年来临床实做成果拢相当的优良。去年更是被编入教科书当中，成为肠胃科医师一定爱读的课程。因为这个刚才讲那个固定夹，那时候刚引到台湾来，那这是其实只有在大型的医院才看到这东西的。那因为我们常常操作，尤其是在这重症病的研究，胃瘫痪的病人，他需要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到合适的位置，而不会有位移的现象。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这个既然是固定夹嘛，而且在医学界已经用的也没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想说把这个东西应用在那个鼻肠管固定上面来讲，是不是有它的好处？就我们发现用上去，我们病人都能够很好的固定在那边，而不会位移而造成说它以后就是治疗上的药物或营养的供需的中断这样子。技术在执行的时候，是蛮容易的啊。那只要说胃镜呢，把这个管子啊，先从胃呢把它带到这个12指肠，而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止血夹把这个夹子前面的这个环呢，固定在这个12指肠就可以。所以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和容易，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2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医疗技术，已经伫咧世界各地被运用，也做好了济破病的民众，互因得到完善的医疗照顾。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乌阴顺雨或者是雷阵雨。温度28度至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